哇！聖誕就到啦，澳門都有得過白色聖誕，仲有美食市集、主題遊戲攤位，仲可以同聖誕老人打卡影相。原來係2025北區冬日市集，即日起到28號，每日晏晝5點到夜晚10點，就喺澳門青洲坊蓮花廣場。現場真係超人氣、超熱鬧，仲有好多好嘢食同埋好嘢玩。飄雪互動區有俾小朋友玩嘅聖誕鹿滑板車，仲時不時會飄落人造白雪。一秒置身童話國度，過一個白色聖誕。而冬日美食攤位就有多間澳門人氣食店參與，有長洲糯米糍、鐵板魷魚、雞蛋仔同埋人氣雞蛋煎餅等，大家過嚟大食四方啦。而幻彩特色攤位就設有各種創意文創手信紀念品、優質海味乾貨等等，仲有聖誕1蚊特賣驚喜。同場仲有俾大家寫下願望嘅冬日心願樹，3款唔同主題嘅遊戲攤位，邊玩遊戲邊贏取聖誕小禮物。舞台仲會有表演睇添，咁多精彩嘅內容就喺呢個北區冬日市集，約定大家喺青洲坊蓮花廣場見啦！